教授你好，各位投資者大家好，我係 Hanson Wang。呢份係關於 Eon Insure 嘅論文，係關於豪華出行同財富保障，係我 EMBA 嘅畢業項目，喺 Quantity 讀咗。正如我所講，呢個係關於 Eon Insure，係為咗畢業項目而做嘅。我會將時間控制咗10分鐘之內。我哋想知道嘅路演目標係呢個係面向投資者嘅，因為佢係一份商業計劃。我會話一啲相關嘅事實俾你哋聽。目標係贏得後續電話、進入數據室、盡職調查等投資者嚟到呢份計劃，同我傾下。當然唔係要喺5分鐘之內成交，主要目標係 Amber 畢業項目完整論文。等教授仔細去評估一下我論文嘅質量。當然，對於商業計劃，我會講痛點係咩，解決方案係咩，產品深度點樣解決問題，市場價值係咩，經濟效益點樣，仲有我係邊個，團隊係點，仲有入邊有咩風險同埋訴求，你哋可以問我任何嘅。佢投資亮點，呢個係一個第3年收入達350萬嘅項目，而且係一個第3年淨利潤率增長2/3嘅最佳銷售項目。呢個係一個1/5收支平衡利用率嘅項目。呢個係一個雙證書加引擎護城河。問題，我要解決嘅問題係目前市場上缺失嘅責任缺口，巨大嘅財務下行風險。你睇下呢個高淨值人士啦，喺豪華租車業務入邊，其實你覺得所謂嘅缺口係咩呢？如果加100萬嘅責任險就好難搞，係咪？我哋睇下，而我哋嘅解決方案綜合出行同財富保障，呢個唔單止係一份 PDF， 唔單止係一張投影片，而係一個藍圖。單次交易、租賃，仲有高限額嘅保障。正如我所講，呢個引擎租賃定價引擎係帶有演算法保費嘅，根據司機、車輛類別同埋租用時長嘅定。更重要嘅係執照。睇下呢個公式，呢個公式係點樣計算保費、基本費率、年齡、租用時長。睇下呢個演算法，好型，係咪？呢個係我哋嘅核心。租賃定價引擎係由我開發嘅，已經通過測試，系統架構、業務、技術、合規係點樣一齊運作嘅。睇下呢度，客戶、門戶網站、API、引擎、MGA、車隊。睇下個市場，市場係由邊度開始？滿地河、加拿大、魁北克，呢度係每年一屆嘅1級方程式賽事，舉辦地點。所以我打算做嘢，睇下呢度建立一個商業模式，以租代購同埋保險增銷。睇下呢度，仲有財務狀況。睇下呢度，到咗第3年情況會點？每年公司至少都會實現50%嘅利潤增失，從而順利達到收支平衡。咁嘅業績表現為公司嘅發展提供咗堅實嘅基礎。睇下呢度，我哋係邊個？
創辦人、行政總裁、工程團隊，睇下呢個學術背景，工商管理博士、行政工商管理碩士、軟件工程碩士、電腦科學、人工智能，睇下呢度。當然係存在一啲風險嘅，我哋點樣減輕風險？點樣防禦？從營運方面嘅嘢，3層保險架構、抵押品控制措施、監管方面同埋財務方面。想了解更多關於我哋點樣得出論文結論嘅資訊，請參閱參考文獻。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我，特別係關於增長資本方面嘅問題。當然，我哋呢度嘅目標係想向各位投資者籌集一啲種子基金同埋資本，因為我哋需要一啲資金用嚟支付車隊押金、營運資金，仲有 B2B2C 渠道嘅建立等等。同我傾下，多謝，下次見。